来有业者甲工研院合作推出一套高尔夫球的虚拟球场，好民众唔免真正去球场，就当来体验拍高尔夫球的趣味，佮会当来针对个人的状况设计训练的模式。对荧幕掌握着头甲角度了后，直接拍出去。伫原本的世界，高尔夫球无伫个金字塔的顶悬，是大家拢用参加运动项目。有业者打造虚实整合的室内高尔夫球场，要互更较侪人感受高球的魅力。在美国，你可能去打高尔夫球场，可能就只是隔壁的篮球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你可能背着球袋你就可以下场了。但台湾一直没有被普及，是可以回归到其实是一般大众都可以去尝试的一个运动。我们其实未来是想要做一个跟台湾本土有关的一个高尔夫球相关的产品。因为游戏模式练习，也跟远端连线甲其他使用者并场，边仔也有无共款的摄影机，用精准掠到拍出去的姿态进行分析，互使用人用了解家己要如何调整，或者是加强训练。业者也甲工研院合作，智慧高龄这虚实整合的系统，用自由选择无共款的地形地貌，客制化自我训练，可以实际上侦测到打击者的一个打击姿势跟他的一个动作轨迹，甚至于透过影像的方式，也可以侦测球的轨迹跟速度、角度及炫度。未来其实它可以应用到像羽球、网球、足球。我们都观察到说，现在打球的人的年龄层越来越下降，所以其实越来越多人会喜欢接触这个运动，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空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这个未来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运动科技是科研研发的出色之一，政府自2021年规划5年46亿推动，目标是2030年运动科技产业三达要超过1兆。所以这种无受天气、场地限制，也个用甲真侪人无共款地点来比赛，个用模拟各种场地科研应用场域，会加做产业发展的新蓝海。记者综合报道。